第86篇，背叛的吻別。路加福音22章47至48節。說話之間，來了許多人，那12個門徒裏，名叫猶大的走在前頭，就近耶穌，要與他親嘴。耶穌對他說：猶大，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嗎？我記得自己第一次離開馬來西亞嘅屋企人嚟香港讀書嘅時候，預算係4年之後先至返屋企。當時喺離別嘅一刻，尤其係喺碼頭道別嘅時候，自己喺情感上係十分之痛苦，好似就嚟被送去受死刑咁，恐怕以後都冇得再見。喺機場嘅離境大堂，有啲人選擇同屋企人擁抱吻別，但係仲有更多人係靜悄悄又趕快咁同屋企人講聲再見，就跑入去離境區。但係當默默離開嗰陣，眼淚又忍唔住流咗出嚟。喺熱戀中嘅男女，最傷感係有人提出分手，有人送上咗最後一個吻就離開咗，有人選擇食咗最後一餐飯，然後提出分手。試諗下，呢個係幾咁大嘅傷害，甚至有人因為受唔起咁樣嘅打擊，就選擇輕生。今日嘅經文入面，耶穌係被分手嗰個，猶大行到耶穌身邊，送上佢嘅一吻，吻別之後就將耶穌交喺兵丁手中。耶穌話：猶大，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嗎？呢一個吻代表咗猶大嘅背叛，斷絕咗耶穌同猶大之間嘅感情同師徒關係。呢一刻，耶穌喺情感上必然受到極大嘅傷害。